喺充滿活力同機遇嘅香港新界，裕安營養就好似一顆璀璨嘅明珠，熠熠生輝，引領住保健食品產業嘅發展。作為一間集研發、精密生產、客製化包裝同全球銷售於一身嘅綜合性保健食品製造商，裕安自成立以來，一直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安全、高效、科學嘅營養品解決方案。喺集團嘅強大支持下，裕安唔單止喺香港穩健發展，仲將業務拓展到全球。我哋建立咗一個覆蓋全球嘅 OEM 生產網絡，遍及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英國等多個發達國家，實現咗全球化嘅戰略佈局。喺研發創新方面，裕安營養始終走喺行業嘅前沿。我哋擁有一支專業嘅研發團隊同先進嘅研發設備，不斷突破技術壁壘，由前沿嘅科學研究到精細化嘅生產製造，每一個環節都凝聚住裕安人嘅專業同努力。裕安營養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嘅健康方案。我哋嘅產品線涵蓋維生素同礦物質補充劑、膳食纖維、益生菌、蛋白粉、魚油同Omega-3、抗氧化劑、草本提取物、特殊膳食補充劑以及針對特定健康需求嘅客製化營養品，例如心血管健康、骨骼健康、免疫力提升、消化健康等，滿足唔同年齡層、唔同健康需求嘅客戶。此外，裕安仲提供個人化營養諮詢服務。我哋嘅專業營養師團隊會根據客戶嘅健康狀況、飲食習慣、生活方式以及特定嘅健康目標，提供度身訂造嘅營養品方案。無論係體重管理、改善睡眠、提升精力，定係慢性疾病管理，裕安都可以為你提供科學、安全、有效嘅營養解決方案。喺廠房建設上，裕安嚴格遵循國際 GMP 同 ISO 標準，確保生產環境嘅清潔同高效。同時，我哋喺質量控制上達到世界級水準，獲得 SGS、GMP、ISO、FDA 及 HACCP 等多項國際權威認證。呢啲認證充分體現咗裕安喺生產流程同產品質量方面嘅卓越表現。喺生產能力方面，裕安營養實力雄厚，我哋擁有先進嘅生產設備同工藝，能夠代工生產7大熱銷劑型，充分滿足市場上多元化、客製化嘅產品需求。呢個強大嘅生產靈活性同技術創新力，令裕安喺激烈嘅市場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。裕安營養以卓越品質為基石，以創新為動力，不斷書寫保健食品產業嘅輝煌篇章。我哋誠邀各界合作夥伴攜手並進，共創美好未來，共同見證裕安喺健康產業中嘅璀璨成就。